春天係一個生機蓬勃嘅季節，各種動植物都欣欣向榮、蓬勃發展。而討厭加討厭嘅蚊蟲咧，亦都喺呢個時候蠢蠢欲動噃。所以啊，千祈唔好只係識得行樂須及春啦。嗱，呢兩位仁兄金睛火眼咁睺住啲筆上嚟嘅水，目的並唔係希望發現有冇金沙噃，而係睇下水裏邊有冇蚊嘅幼蟲孑孓啊。因為呢樣咧就係佢哋嘅工作啦。佢哋係乾淨衛生嘅朋友，隸屬於市政署嘅防治蟲鼠組。一年365日啊，不分雨或晴，都負起對抗蟲鼠、保衛市民健康嘅責任。就會大開殺戒，將一啲蚊油倒落水面嚟到毒殺啲害蟲㗎。咁喺1個星期之後，佢哋又會捲土重來，再噴啲蚊油，直到害蟲銷聲匿跡為止嘅。除咗滅蚊之外咧，打烏蠅亦都係佢哋重要嘅工作嚟㗎嘛。佢哋打烏蠅啊，當然唔係用烏蠅拍呢啲咁落後嘅工具啦，而係用噴筒噴呢啲殺蟲劑嘅。噴射殺蟲劑其實都只係治標嘅方法啫。掃蕩垃圾堆、清除蚊蟲滋生嘅溫床，先至係杜絕蚊蟲嘅上之策。至於對付污糟邋遢嘅老鼠，防治蟲鼠組就會用瀝油嘅方法。而呢啲瀝咧係十分之好味嘅噃，佢係將老鼠藥溝開，然後加入米同埋糖嚟到引起老鼠嘅胃口，等佢哋食多啲。當佢哋落完第一次藥之後，就會隔日嚟填氹，直至所有嘅老鼠死乾死淨為止嘅。如果你發現到任何公共的變成蚊蟲滋生嘅溫床咧，專係捉蟲打鼠嘅隊伍嚟幫你哋清理一番啦。